歡迎參觀今次嘅公屋翻新單位。一入門口，全屋用上溫暖嘅木系同純白主調，感覺極之舒服。玄關呢組大型入牆櫃收納量驚人，中間仲特設咗滲光位同路軌插座，反倒屋企放低鎖匙或者插小家電都超級方便。客飯廳空間感十足，一大亮點係呢個隱藏式變形餐台，平時收埋完全唔佔位，輕輕一拉就變出一張超實用嘅大餐台，仲連埋收納摺凳空間，一家人食飯或者招呼朋友都綽綽有餘。主人房同樣將空間用到極致，床頭櫃暗藏玄機，拉落嚟即刻多咗張專屬小書台。大家睇到呢度千祈唔好碌走住，因為戲肉喺後頭。噔噔噔噔，呢度其實係兩間房嚟㗎，最大特色係放棄傳統磚牆，直接用大衣櫃嚟做間隔，完美偷盡每一寸空間。第一間房做咗實用嘅上下格床，而另一間就係上床下書台設計，兩邊都有自己嘅私人空間同極大容量嘅收納。呢個衣櫃間房嘅做法真係超慳位。至於洗手間區域，設計師將洗手盆同鏡櫃獨立移出走廊，朝早起身刷牙洗面就唔怕同屋企人爭廁所啦。入面洗手間雖然的式，但五臟俱全，佈局乾淨利落。最後帶大家入廚房，大家可以留意下，吊櫃同地櫃特登做咗深淺顏色對比，令到成個空間嘅視覺層次感即刻出晒嚟。而最貼心嘅細節就係設計師專登將煮食爐個台面做低一級，完美就反女主人嘅身高，咁以後拋鑊煮食就輕鬆得多，唔怕手攰啦。睇完呢個單位，係咪都想幫自己屋企大翻身呢？想知道呢個靚裝設計要幾錢？即刻留言報價，我哋嘅專業設計團隊會為你提供免費度尺同專屬報價方案，檔期有限，快啲聯絡我哋啦！